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1个本土病例，发现到桃园幼稚园某一个囡仔阿嬷捌去过指导火锅店食饭，认定幼稚园甲火锅店是同一个感染源。高铁走到宜兰方案，目前已经有初步共识，交通部决定要甲高铁宜兰站设置的管制中心向南350公尺的所在。中油炼制事业部的执行长期限暗号业者提到标案，检方去抄到2700万的现金，依照贪污同罪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1个本土病例，即桃园就13个，高雄也8个。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桃园的幼稚园群聚感染案，伫咧调查的时阵，因也发现讲幼稚园内面某一个囡仔阿嬷捌去过钱都火锅店食饭，认定这幼稚园甲火锅店是同一个群聚感染案。另外，咱甲辉瑞药厂所买的治疗武汉肺炎口服药啊，伫今仔日也送到台湾咯。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搁欠悬27，增加21例本土病例，其中以高雄港相关群组增加8例上济。桃园龙潭餐厅群组相关增加1例是餐厅负责人，宜兰大溪饭店群组搁增加1例，确诊个案伫桃园，也搁有3例南山本土个案感染源搁咧调查当中。因为这个18636哈是跟18521，就是宜兰这个哦，他是一个家人，但是他目前的地址哈是在桃园，所以广泛的来讲哈，桃园我们今天大概有13例。特别主要是桃园钱都火锅店群组，经过一调发现，有一个60多岁阿嬷捌伫同一天去食火锅，等了后传互先生查某囝甲孙仔一家5个人拢染疫，孙仔是16302，也是加贝尔幼儿园学生，疑似新增加2例确诊，所以幼儿园甲火锅店群组的传播链2条有连起来。几乎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后面幼儿园的哈，大概是从这个餐厅里面聚餐之后，那往外去传的。好，那至于在餐厅内哈是谁对谁，那恐怕要再进一步的去分析。另外，指挥中心阁宣布好消息，台湾向辉瑞药厂买的新冠病毒加抗病毒药物，第一批差不多3200人份，而且运到台湾是自韩国了后第2个摕到这个药物的亚洲国家，阁是亚洲第1个同时得到这个药物，甲莫沙东加抗病毒药物的国家。这一个药物，那对于我们轻中症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只要在12岁以上，体重在40公斤以上哦，那即使不需要使用氧气，可是他在发病5天内哦，那不管他有任何的可能会发生重症的风险因子，都非常适合来使用这个药物。由台积电、鸿海永联甲注册等企业民间团体共同买甲管的 BNT 疫苗第17批，91.84万剂，自7早起顺利运到桃园机场，后续做检验了后，会阁提供民众来做。总共最后到货量是1510.76万剂，比原先预定的1500万剂阁较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地区，伫今仔日有增加13个确诊病例，是对几条传播链所来的。其中一个是伫咧工厂内面的越南移工，目前规间工厂645名员工拢爱做 PCR 采检。另外，桃园8地幼稚园加钱都火锅的感染案，有确诊者因的行踪是定态的，感染源目前也等咧追查。也因为即摆有真侪病例拢是对餐厅来的，桃园地区对1月29开始会加强餐厅内面的防疫，不过有店家认为讲，这效果是真有限。今日餐厅进前爱做的是连坐袂当少，自助区也打广告，地少人客挂好喙暗，全力做好防疫。也毋过店内也是空空无人，汤市府也严格内容规范离到起，餐厅内容聚会减半等措施，也毋过部分店家无奈，烦恼防疫成果有限。我们说实在只能柔性劝导啊。那假设我们不收这个客人的话，那有些客人他情绪比较激动，他也会可能现场跟我们的员工会起争执。我们当然是全力配合防疫的啊，只是说会希望说他把他讲得更明确一点，让我们比较好执行。桃园要加强内容防疫，就是因为出现几啊件甲餐厅内容有关系的确诊个案，其中钱都火锅群聚案，除了大南市场母仔囝、潮牌有心妇人等日期搁增加确诊个案，经过疫调交叉比对，几乎更加发现加贝尔幼稚园确诊者有卡热烧痰，一名潮牌幼稚园学生的阿嬷也是同一天差不多时间到店内用餐，累计有4组人摕到病，也不过规个感染源拢也爱个厘清。目前的初步医疗看起来是1月
这个16号前都刷刷锅的有4组的顾客有交叉感染，因为这个地方包括它的这个室内空间比较狭隘。各家助产交叉感染，汤圆已经发出305通细胞干性，要继续追踪采检，市长地盘残果呼吁，因为16捌去过基督8条介绍店的人客，一定拢爱来采检。同款感染源也有太厘清的，也有龙潭退休山友传播链，佮增加1人确诊，另外汤圆增加的确诊个案中，也佮包括1名越南籍移工，同款感染源不明。这个某工厂的越南籍移工，那经过移工快筛以后阳性，采检后确诊，那这个部分的感染源要调查。移工确诊了后，紧急采检全手员工645人，也咧等待采检结果。目前汤圆已经有几啊条传播链，现阶段市府只会当一直扩大采检，甚至将延续到过年也无长，想要缩短时间，阻止病毒去扩散。记者综合报道。当看山，咱来看到高雄港的群聚感染案，伫今仔日搁再增加8病例出来咯，拢是工课场所或者是亲戚朋友一寡密切的接触者，其中有2个确诊者捌去过一间牛排馆用餐，伫自助区轮流夹菜，市政府也赶紧甲66个人靠转来叫一个来遮做采检。市政府即摆也下令讲，这前镇、小港区港也搁有基丁造船厂即寡所在，伫过年假期的前后加一天，修理船只的工课先来暂停。转来上班的工作人员拢爱有 PCR 采检阴性的证明。这几牛排铺爱店27透早大门关掉，会暂停营业，因为高雄新增加8例确诊者当中有一对爱人仔，按18688加18637 22捌来用餐。虽然只是确诊者来过，员工甲人客无直接接触，不过卫生局一调发现有共用餐台的状况，紧急扣列66人送去检验加隔离。像吧台这个部分，包含餐具这个部分要不能够轮流使用。看到的内部的一些监视画面影像，大概以上的状况，在赤鬼牛排都没有符合。8个确诊者感染到，也是以高雄港规定消费这场甲亲属相关。其中以按164是基丁福寿宫工作人员，甲朋友伫庙口开工1点钟，也就是准讲伫户外，无保持社交距离，感染风险也是真悬。基丁前几工完哪有一件？因咧小妹，迄个走去因兜理论，乱了妹妹，吓迄个咱迄个阿桑就对了。到迄个阿桑哥因兜的囡仔个对。Omicron 真后为人伫即届高雄规定消费当中看会出来，疾病中心这几工也陆续完成个案定数，确认是 Omicron BA.2菲律宾病毒株。都是属于 Omicron 的 BA.2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序列。那目前这样的序列，我们也只有在高雄的个案有发现。高雄港区围堵疫情，市政府下令前镇、小港渔港、加基丁造船厂等春节准假维修暂停时间，除了原来9天，头尾拢各记1天。相关作业人员必须爱采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恢复上班嘛爱检附 PCR 阴性证明。针对受影响的劳工，市政府会给因补助。工作受到影响。我们市政府每天补助1000元。确诊者持续增加，和市政府唔敢大意。虽然是36码头这个所在，这几工也是持续伫体检，也宣布12了后，捌去过中岛上港区，也甲有接触风险的人，2月2到这2天爱再一次 PCR 检验，希望找出高风险对象，加强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上山区某一间幼稚园的老师，因为伊含一个确诊者伫同一间的面点食饭，就去染到武汉肺炎啊。市政府表示讲，因2个人是无熟悉，而且伫店内佫有让一个位，因是坐开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这就是病毒真歹预防原因。伫台北市八德路一间面店上山区一间幼儿园老师，因为甲确诊帮众朋友139日同齐时间去这间面店做检疫，疑似交叉感染。指挥中心表示，2人同齐所在才14分钟都被感染，几秒钟擦身而过，那到这种亲密关系者没有染疫，其实这个变异是非常大的。这也很难，就是说，这个病毒之所以诡异，之所以难防，也就是它这样的一个，传播上令人捉摸不定。只能说它是在同一个面馆，那是不是有接触，还是环境？因为它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空位。
甲台北帮中群组案有关系，也有12编辑158因为行踪真济，卫生局发出1192封细胞简讯，鼓励317人居家隔离，另外参加抗疫活动。啊，不过免居家隔离的人收到细胞简讯了后，应家己到病院采检。台北市是伫台北车头西注射站随到随住，而且是最后一天，真侪人家己准备椅啊，透早就来排队。排的时候已经排到外面那个广场，然后我排了大概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排到室内，然后就有一个人冲过来说：“哦，疫苗打完了的。”所以我再从台北车站再搭回家，然后我也没打到，所以我今天就再来排一次。第2剂只能来现场打。我有预约，他未满18，所以我必须要一起来。透早6点就有人来排队，啊，不过爱等到中昼才发付买牌啊。为避免个有排队乱象，市府会提前通知民众付买牌啊发的状况。透早先追加200支，了后各加400支，总共有3000支 BNT 疫苗随购随住。按算暗时9点进行对应资源。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拜六开始，就是过年连续假期的头一天。台北市政府就讲，在个过年期间无排除甲防疫升到2.5级。中央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中央是继续维持2级，不过防疫措施会变较严。若准地方政府有必要时，会当授权予伊来甲这个防疫措施缩搁较严。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过年期间防疫指引，包含出门一定要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建议亲戚朋友聚餐的时阵尽量控制人数。本土疫情严重，各多是春节回乡潮，都惊新冠病毒对人潮流传扩大感染。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春节防疫指引，除了过来洗手、做完整疫苗以外，特别针对去看免疫力较歹的对象，亲像慢性病人、老大人、有新的护理人、幼婴等，爱挂嘴安，搁完整做疫苗。其实是规期以电话视讯代替见面。另外规定出外专程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防体温、食面剂、聚餐爱控制人数等防疫规定。那我想生活还是要过哈，那大家一起来防疫，只要不要太过密集，就相对安全啊，很难追求到所谓的零风险，所以我还是要追求低风险，那多层次的防疫。那没有打疫苗的就一定要去打。相关防疫指引适用时间是不是只到过完元宵节？但市长表示这是生活新常态，防疫人员有责。行政长苏清昌表示，餐饮业无禁内向，有真济考虑，希望防疫甲生活拢能兼顾。都是轻症甚至无症状，所以我们不禁止餐饮内用。这原因也就是因为顾疫情，因为顾生计。碰到疫情，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咧规划防疫2.5级，重点会放在餐厅。台北市春节期间升2.5级已经规划好啊。台北市目前的确是有餐厅的足迹，2级、3级，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 SOP。其实我们针对2.5级也已经规划好了。新北市是不是对咧提升防疫等级？新北市长侯友宜无说明，暗过强调新北有防疫 SOP 会好好防疫，守住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若地方政府感觉有风险，需要增加防疫措施，大方向无甲指挥中心违背，拢授权地方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回本土疫情，大概有6成以上确诊者拢是甲餐厅有牵连的。指挥中心表示，暂时未禁止伫咧餐厅内面用餐，不过就医生建议讲，去到外口食物件，莫伤侪人做伙，这疫苗也爱赶紧去做。那讲到这做疫苗的部分，今仔日是第21期第3档疫苗登记的最后一天，到下晡4点为止，已经有119万人去做登记，对2月初7开始做。伫西提餐厅以后，阁部署几啊件餐厅群聚事件，包括桃园涮涮锅甲双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拢捌伫同一间餐厅用餐。虽然安尼，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犹原表示，未禁止内用，若无影响民生问题。对此，有医师认为，政府已经有甲病毒共存的准备，建议民众外出饮食尽量唔通真侪人聚餐，聚会放假帮也是每回做较安全。尽量不要多人聚餐呐，现在好多什么12个人一起聚餐，然后大家都中了哦，少一点人，然后你尽量可以的话，挑选还是维持安全距离有用。也过有专家烦恼，台湾也无甲病毒共存的条件，也有2成的人连一剂疫苗拢无做。那以国外着病死亡率来推算，台湾若讲全面放零，也无做疫调，大港恐惊有50多人因为着病当中煞来死亡。
台湾如果发生每天50到100个死亡案例的话，那个是不可接受的一个伤亡的数字，而且重症的病人会更多，也会影响到我们医疗机构的一个收治的能力。医师提醒，真侪人就是Omicron只会造成轻症未死亡，坚持无注任何疫苗。也毋过英国报告显示，60岁以上确诊者无注疫苗，加做完第3剂疫苗致死率两方面是差14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铁要做到宜兰站的方案，目前已经有初步共识了。交通部伫今仔日举办审查会议，决定要把高铁宜兰站设伫咧观景中心向南350公尺的所在，所以会进行宽屏，若准顺利通过，会送到行政院核定。为空中画这一大片的农地未来，可能正做高铁延伸宜兰案中宜兰站的地点，这并不是人口密集区，冲击相对较细。交通部2次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举办审查会议，宜兰县长林志妙到场讨论，将基本确定位伫观景中心以南350公尺的所在。感谢那中央交通部已经重视到宜兰的这个交通的建设，大家都知道。高铁的延伸是宜兰县的盼望和期待。事实上，宜兰站的选址过程一直无顺，包括4城宜兰观景中心加罗东市的方案，最后再选成离观景中心大约350公尺的方案。确定了后，路线长59.3公里，兼顾溪北溪南的发展，区段征收的开发效益悬，阁是人口密集区外边冲击较细。方案经费支出大约1880亿，搁规划上紧2025年动工，2036年完工。那本计划暂以地方折中方案，县政中心南方为高铁暂时优选方案。那后续也请铁道局以地方折中方案来办理后续的环评作业。因为这个县政中心南的这个设置呢，其实超乎他们原来规划。那么一个站者可以随便的这样子这么快速的一个产生，是令人匪夷所思啦。这个也是让人家对于运输的这个专业会有所质疑的一个地方。虽然选址的过程一直有争议，也毋过日次总算有进展。专案伫审查会达成共识了后，爱阁经过环保署的宽评，通过了后，送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才会办理设计工程发包等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也被解除禁令，本地有风声讲，行政议会今仔日就会讨论，不过议程内面却是无出现。行政院发言人强调，目前是无开放的时间表。不过台北市有机关讲，伊顶礼拜食到日本千叶县的海产，也才阁摕产地证明出来。机关也要求这政府就要查明清楚，讲这是走私也是剽私乱写。是苗水也讲，若准是无法度证明产地，相关会当罚到400万。台北市机关将派军伫面册表示，顶礼拜伫日本料理店食到千叶县的水产品金目雕，各附产地证明。即笔政府还未开放福岛5县市食品，为什么即马煞因食到？要求是表示清查到底是走私，也是表示无实在。千叶是不能禁止水产品的无县市之一哦。师傅说没有吧？这个听说只有福岛啊，一直都是有福岛。那我就反问他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千叶的水产品一直都吃得到？师傅就非常自然的跟我讲说，对啊，一直都有啊，没有禁啊。销售表示，业者表示无实在，无法度提出证明，应罚4万到400万。最近真侪摆传出政府想要伫农历过年之前开放福岛5县市食品，引起在野党不满，几啊摆走动立法院总有算协商。蔡政府竟然想要用突袭人民的方式，在春节前后就要进行宣布，让日本核灾区的食品再度扣关，漠视民意，践踏民意。如果真的是有，那么我们绝对无法容许，因为目前还未开放，所以未来如果开放，我们就会要求有一定的 SOP， 我们才能相信。面对在野党强烈反弹，日前的行政议会传出要讨论是不是宣布开放福岛食品进口，不过最后并无立即议程。行政也阁表示，目前无时间表。不论是哪一国进来台湾的食品，一定是保护国人健康为最优先的考量。当然，也要合于国际的标准，乃至
要有科学的实证证明。第一个通进度根据了解，初步参详开放福岛5县市水产品甲农产品等食品进口，不过少数高风险项目，亲像野生菇类、野生鸟兽肉是例外禁止进口，也向日本争取除了福岛5县市的食品安全检出证明以外，福岛5县市以外的日本食品，即马爱检附3地证明，搁进一步附或者检出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中油即马传出贪污的弊案咯。连这事业部执行长池汉，好亲像是暗号业者摕到标案，检方甲廉政署昨去敲池汉的办公室，有敲到2700万的现金。不过池汉却是无法度甲这钱的来源讲互清楚。检方今仔日依照贪污重罪，伫半暝的时阵就向法院申请羁押。这池汉甲一名姓刘的厂商是申请羁押核准，另外有2名有污洗行为厂商，也是80万加30万交保。检警清点查到的不法金钱，除了柜塔1000块的纸票，也有市面上流通较少的2000块，也是高几落塔。敢若清点就用真侪时间，算的总金额有2700万，全部拢是检方甲廉政署26位中油炼制事业部执行长池汉的办公室敲出来。池汉甲4楼厂商27原来予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等罪嫌。廉政官是发现说，疑似带着这个行李箱就很可疑，而且前往了他的办公室。那所以高度怀疑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法的情事？伊甲4的厂商是分别互人自令80万甲30万交保候团。检方甲廉政署南部调查组接到情报，池汉伫2020年办理一件上亿采购案的时阵，好亲像有甲业者讨乌洗钱，互行业者摕到标案。专案小组跟踪发现，25有一个4楼厂商好亲像摕到得标了后的后车礼装伫行李箱去池汉的办公室。检方甲廉政署26发动搜查。中油表示，会查清楚池汉有经手的标案是不是有问题。这有一些是个人他本身的交往的部分，这一方面可能相关的单位可能以后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采购或者劳务或者是财务，它本身的市场调查的部分呢，也会成立一个小组。中油表示，除了将池汉调离主管职加处分以外，对标案拢会加强考核机制，避免有特定权限的主管甲厂商直接往来接洽。调查小组要继续查清楚相关资金往来，案情是不是会扩大，还阁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乌干达的外国学生指控讲，中华中州科技大学用奖学金甲做线工的机会，请因来台湾读册，结果是一场的骗局。中华检警甲移民署2日去到学校调查，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到诈欺甲人口的违背，今日检方甲中州科大前推广中心的主任声押核准，另外副校长含一个前行政助理是会当交保。检警会同移民署人员提速式票到中华中州科大搜查，要理清外籍学生变做劳工的相关事情。我们接受检察官指挥这个有开一张搜索票来看，就是针对那个之前报道那个学生那个检警日分做3位搜查中州科大的国际交流中心，经推广中心室内主任大所在，含移任一个人力派遣公司。也带转室内主嫌含中州科大副校长等6个人。检方27将室内主嫌声押核准，姓查的副校长以30万交保，另外姓余的前行政助理5万块交保。那现任的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含组长是向限制住所。涉犯刑法诈欺以及违反人口贩运防治等罪嫌，检察官将持续清查有无相关共犯及相关人等的涉案情形。检方表示。有乌干达外籍学生指控，伫台湾2年超时工作，变做过劳工人，实际到学校访问其他外籍学生，也指控学校无照承诺提供奖学金，将英语教学也无落实，认为学校是欺骗。检方查出室内的主嫌对学校离职了后改做人力中人，继续安排外籍学生到工厂超时工作。我们就配合吧，配合调查哈，就这样子，谢谢你哦。是按还是依照法律来行事了哈。谢谢。西蒙学校表示配合调查，不过文字声明也是指出是学生的认知有偏差，强调非就职学生的奖学金是用成绩减免学习费的方式发放，若做线工是予学生自由选择，
学校干那进行安全辅导。目前所有的乌干达外籍学生拢已经由移民署安置，检方也会继续追查案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间私立幼稚园发生一个老师出手拍囡仔行为，今仔日有几多位家长做伙召开记者会，指控这个老师，而且也已经报警察处理啊。学校表示讲，经过调查，全班有一半以上囡仔捌互老师拍过，已经甲这位姓陈的老师解除聘请。不过，人本基金会说认为，要甲这款无适合教囡仔的老师列入去资料库内面，才袂搁再害到其他囡仔。我没有打他手。你用了多大的力气打他？我昨天只有打脸，并没有打手。谢陈教师伫学校陪同，当面甲学生家长对峙声针，不当管教学生，过程拢互家长用手机翕落来。台中一间私立幼稚园传出老师拍囡仔，受害者超过10个囡仔。离奇几下回，当班家长召开记者会控诉老师的行为。我女儿天天在学校被老师打，因为她吃饭吃最慢，每天，然后就是捏脸颊，捏着手，还示范给我看。学校表示，谢陈教师仍交伫幼稚园中班，临时收到家长投诉，家己的囡仔因为吐惨闹，互谢陈的教师动手管教，佮提出病院的验伤单。事后调查发现，全班19位学生有超过半数反映长期以来拢有互老师拍的情形。立即启动校安通报，佮以校规将伊改评。陈姓老师承认确实有此事，并写了悔过书。本园也依校规处置，经过教评会通过，予以解聘。人本基金会认为，社会局应该主动介入调查，监视符合异议事件，佮建立幼教师校无适任教师资料库。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通报为无适任教保服务人员。我们也希望说，像这样子的老师是需要有一个资料库的。目前幼教的部分没有资料库，然后私立学校也没有资料库，所以这些老师被私立学校解聘之后，他可能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流窜在私立学校里面，确有违反儿权法的第49条的规定，会依规的来裁处，并且通报为不适任的教保服务人员，未来就不得再于幼儿园服务。学校指出，谢陈老师的班级已经由另外一位老师接手，佮展开学童心理辅导。因过学生家长已经到警局报案，制作笔录。这期谢陈教师只是留职停薪，双方暂时无交集。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伫咧乌克兰的边境安排10万大军，目前局势是真紧张。罗西亚要求北约袂使搁再向东边过去啊，而且也不准乌克兰加入北约。罗西亚的这项要求也随后美国拒绝。不过，德国、法国出面做公亲，乌克兰甲罗西亚的特使拢伫咧巴黎会谈当中同意暂且卖动干戈，按算后一轮的会谈真紧就会来进行。各国乌克兰关系紧张升级，战争随时发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苏利文27亲自到俄罗斯外交部递交书面文件。路透社报道，文件内容正式回绝俄罗斯所提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无向东扩大，甲乌克兰无加入北约等立场。We make clear that there are core principles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uphold and defend, including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he right of states to choose their own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alliances. 美国表明，俄国要求的北约退军同欧加无互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两件代志都免讲，不过其他议题像军备控制、避免冲突的信心建立措施拢会当讨论。另外一方面，伫德国、法国的走动协商，俄罗斯甲乌克兰特使26伫巴黎举行会谈，经过8点钟的谈判了后，虽然无突破性进展，双方又愿同意乌东维持停火，佮愿意继续举行讨论。Наступна зустріч, вона відбудеться незабаром.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навіть за 2 тижні. Вона повинна відбутися в Берліні.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про продовження цього діалогу. 伫这紧张的时刻，作为盟友的北约成员国，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除了美国第2批武器援助运去基辅，捷克也通过军援乌克兰。加拿大宣布扩大伫乌克兰训练军队的规模。德国是提供5000顶军事头盔，强调徛伫乌克兰这一边。A political solution is still possible. But then, of course, Russia has to engage in good faith to de-escalate and to sit down and really make a real effort to find a way forward
where we can find a political solution. 俄罗斯即个大约10万大军伫俄乌边境，虽然俄国后进会入侵，情势又紧张，总统普廷敢是会当接受美国有限度的谈判，将决定规矩敢是升级到后一阶段。乌克兰就明这片，申索夫认为，若讲乌克兰无法度挡住俄国攻势，接落来会是其他中东欧国家受灾殃。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讲到 Omicron 变种病毒2日伫罗西亚增加75000人确诊，连续6天拢一直破纪录。也来讲到巴西部分因一日是有224000人确诊的新纪录。也来讲到美国进程是真严重，不过因疫情开始伫咧降落。北京的防疫顾问福奇表示，目标是控制，唔是断根。目前是还未达到甲病毒共存的条件。美国政府自5开始发给民众免费的 N95 喙安，协助加强对 Omicron 变异株的防护。这是因应拜登政府进行更新喙安指南，呼吁民众使用更较大面部效能更较悬的喙安。为全国7.5亿个建筑储备当中，拨出4亿个分发给全国各地药妆店、卖场、社区卫生中心，拢用领到。政府阁透过网站提供免费的家用快筛剂。目前美国这一波疫情已经达到高峰，开始降真紧，甲英国、南非一部小正共款。研究人员按算3月底，真济国家会出现一段低传播期，安尼出世也互专家看到未来甲病毒共存的希望。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表示，目前大港全国也有70万人确诊，2000人死亡，15000人住院，甲病毒共存的条件还未到位。目前是努力将伊控制伫应接受的范围，毋过毋是清零进度。Where we want to be is that sufficient control, and control we mean not eradication like we did with smallpox, that's unreasonable. We try our best to contain them, but they don't disrupt us with regard to challenging our hospital system, with regard to challenging the entire healthcare delivery system. That's where we want to be, and I believe that we will get there, hopefully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But as I say that, I say we still will always be prepared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may be a variant that will make that timetable turn around. 其他国家疫情也咧清悬，俄罗斯24小时内增加74000多人染疫，连续第6天创新高，也增加657人死亡。医师表示，感染Omicron变种的患者，其损伤明显比Delta变种患者较轻。当局呼吁民众爱做疫苗，预防重症。巴西2日增加124,000多件确诊病例，包含首都地区甲至少6州的交护病房床位已经被新冠重症患者占满8成。啊，不过伫疫苗普及率较悬的州，死亡数字就小可增加。医师表示，即摆重症大部分是无做疫苗，亦就是只做自己的高风险老大人。医护人员有9年经验，反应也拢真紧。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讲到南韩的疫情是拖真紧，连续2天新增加的病例一直破纪录，而且公布增加14000例。南韩的卫生部官员呼吁民众，若是有做疫苗分流轻症的病人，民众就唔免遐尼紧张啊。另外，德国国会也针对强制甲民众做疫苗议题进行辩论，按算伫3月会来表决。德国国会外口民众手提抗议标语，顶院写讲都要停止恐怖政权，还佫拒绝强制做疫苗。伫个联邦的议院内，当日咧讨论讲是毋是要来强制做疫苗来做辩论。有3种主要的方案，包含讲强制所有成年的居民来做疫苗，还是讲干那要求50岁以上的人来做，还佫有一款是讲要未做疫苗的人，就要来接受医师的这个咨询。不过，各党的议员对这项法案因的看法无同，佫有反对的声音讲，这款强制接种是违宪。Je mehr Menschen im persönlichen Umfeld geimpft sind, desto höher ist auch die eigene Impfbereitschaft. Es muss die Regel werden, geimpft zu sein. Und das erreichen wir durch eine allgemeine Impfpflicht. Die Absicht, eine allgemeine Impfpflicht gegen das Coronavirus einzuführen, ist ein Anschlag auf die Freiheit und Menschenwürde und auf Grundrecht auf die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法案的有项会伫个辩论了后来确定，估计伫个3月会伫个议会来表决。也若讲奥地利政府因伫个26表示讲，刷落来2礼拜有可能达到一天有35000人到4万人来确诊的关峰。毋过病院的大院，还佫有加护病房的占床率，拢一直咧下降。对这些还未完整做疫苗的人来实施封锁的做法，会伫个1月31了后来甲做结束。
亚洲的南韩确诊的人数连续2天来创下新高，27个再飙升到有14000例，而且有可能会更较侪。虽然确诊数加真侪，不过南韩的重症甲死亡的患者，因的数量颠倒减较少，所以南韩当局就决定讲，若有完整来自疫苗的患者，因的隔离期会当对10天甲缩短到7天。这轻症的患者因居家隔离，安尼通来防止病例增加，致使医疗量能放弃。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英国首相强森伫咧防疫期间一再违反防疫规定，亲像伊伫咧一个首相官舍内面开 party 的事件，警方当咧调查。另外一方面，保守党有一寡机关想要趁机会对强森提出第2届的无信任案。英国国会下议院立即审首相的议程，有关是相继发言大声化的场面。议长霍希尔几啊摆不得不发言，要求议员冷静，甚至威胁要将无遵守规则的人赶出议场。议论几啊礼拜的首相府派对门事件，正伫关键的调查报告公布阶段。而是佮标出2020年6月强生56岁生日迄天，强生当时的未婚妻凯莉·西蒙斯伫首相府组织至少30名职员举行庆生会。迄当时，涉内聚会伫英国是违法的行为。上大在野党工党党魁斯塔莫尔出事，继续一直伫议场要求强生以家己做起请辞落台，以维护政府的诚信法治。强生若坚持袂请辞，还佫提悬声音敲死工党。 The problem with the Labour Party today, Mr. Speaker, is that he's a lawyer, not a leader. I would prefer to be led by a lawyer than a liar. Will he now resign? 另外一方面，首相府的派对门见效第25进入刑事调查阶段。伦敦都会区警察局长迪克证实，警方当针对过去2年当零加10号几啊场疑似违反防疫规定的活动展开调查。过2天，英国各大报的头版拢用这个上新的进展做头条，甚至讲强生的首相大会进入最后阶段。 Not upset, just angry. I think, he's had other scandals. His party have had other scandals too. It's not just him. 强生公布查获记录26个增加一件。国会外交委员会公布的资料，去年阿富汗喀布尔大撤离引起6名不如9名争议的流浪猫仔狗仔包机撤离事件。强生迄当时坚持讲公权力绝对无介入，也毋过事实上算是安尼。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副总统赖清德去拜访友邦洪都拉斯，本地要和新任的总统卡斯楚伫就职的前一天进行会谈，结果伫咧出发进前临时通知要延期。不过赖清德和洪都拉斯2位副总统伫咧晚宴的时阵，又搁接到通知会当见总统的面啊。卡斯楚表示讲，希望2国会当继续维持邦交的友谊。 行落飞机了后，甲大家握手致意。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遍出国访问，伫过境美国洛杉矶了后，顺利到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由韩国副总统李维拉接机，表示欢迎。大队人马汹汹快速行出去，原本赖清德当甲韩国2位副总统暗宴，阁汹汹公公离开，因为原本前一天尾暗嘛讲要甲特别上任的新总统卡斯楚，伊的会谈延期，阁临时讲会使见面。 是洪都拉斯共和国第1位女总统，蔡英文总统是中华民国台湾第1位女总统，立法加强合作，促进两国的发展。双方会面，赖副总统也代表总统蔡英文听送特使国书，2个人进行7分钟的会议。韩国的新任总统卡斯楚也伫就职前一天向台湾表态。El pueblo hondureño siempre está agradecido con el pueblo de Taiwán por el respaldo, por el apoyo que nos ha brindado siempre. Hemos trabajado durante muchos años de la mano y esperamos mantener esta relación. 副方表示，有可能是韩国的议长人选协商等内政议题需要讨论，才会调整会议时间。除了这以外，赖清德会伫27卡斯楚就职典礼，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共场，甚至代表会有双方会谈。美方回应无安排，南方外交部也指出，既有交往共识甲惯例，未公开也无评论。不过外界预测会用拄好拄着的方式见面。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昨天批评讲，咱台湾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一寡本土语言列入去各中小的必修课程，讲是要去中国化，甚至伊阁用客语讲想要来到台湾做交流。刘委会伫今仔日表示，欢迎朱小姐伫疫情较稳定了后才来。另外，中国甲咱派去参加冬季奥运的代表团，叫做是中国台北代表团。刘委会强调，无要接受任何看轻台湾地位名称。体育署的部分是照英国案例，未派出官方的代表出席。尊重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咱国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将闽南语客家话、台湾少数民族语言等本土语言列作中小学必修课，煞引起中国的生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二日强调，闽南语客家话拢是汉语方言，批评咱国有去中国化的做法，国罕见的用客语回应，表达愿意来台湾交流。所以呢，我就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台湾，同台湾新竹、苗栗、屏东、闽南嘅客家人来面对面交流，尤其係用客家话来交流，自家人讲自家话，这样係最自在嘅。我们欢迎朱女士在两岸疫情趋缓后，能够敞开心胸，放下不必要的政治框架来台交流。本会也将善尽地主之谊。北京冬奥伫要开幕，中国国台办称呼咱代表团是中国台北代表团。刘委会指出，咱国以中华台北参赛，无接受任何轻视咱方地位的名称。体育署考虑照往例，无派官方代表出席。有关是否参加北京冬奥开闭幕活动，政府已就代表团团员航班及选手参赛的时间、防疫需求及当地疫情状况，整体审慎评估。台海对立情势紧张，强基单日绕台次数创下今年新高，也引起国际的注意。英国首相强森表达对台海局势关心，讲强基绕台对台海和平稳定无帮助。The Chinese military fligh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near Taiwan in recent days and months are not conduciv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what we need is a peaceful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 by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若是外界关心中国是不是会伫北京冬奥了后有反台举动，刘委会表示，国际情势真敏感，呼吁中国爱小节的，避免错误判断，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日头会学运的三二四行政院区里事件，前台联党立委周家安等民众认为台北市警察局执法上过头，害因受伤，要求国家赔偿。今仔日二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的赔偿金，对一审的111万提悬到140万，警方方面也袂当搁再上诉。日头会学运时的324行政院区里事件，伫今年要满8周年。前台联党立委周家安等民众认为执法是失当，对台北市政府甲警察局要求国家赔偿。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需要赔偿111万，台北市警察局提出上诉，而是做出二审判决，国赔总数颠倒提悬到140万。虽然这个判决是最后是要由所有的人民去做这个国家赔偿。这是还是有所不公平的，因为犯错的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人民，而是这些暴力警察以及下令的长官。判决结果当中，大部分民众支持一审的判决结果，5位民众对一审败诉，二审改做判赔，2位民众二审判赔金额是增加。高等法院嘛判决，台北市政府甲警察局袂使上诉，当事人若是上诉利益超过150万，会使上诉。但是律师团表示，赔偿只是基本，当初使用暴力的加害人到达也是找无。市政府警察局这边的不作为，始终没有查清楚到底加害人是谁，所以他们这些加害人没有得到法律上应该要有的惩处。所以对于正义的实现来讲，对于被害人损害的填补是最起码的，但是加害人的救责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进展。高等法院表示，台北市警察局对入侵行政院的民众进行驱离是合法的行为，但是部分民众过程所受到的伤，会使认定是警察执法失当，违反比例原则。就算无法证明伤是警察的机械所造成，有权使用国家赔偿法，由台北市警察局来赔偿。针对这摆的判决结果，台北市警察局表达遗憾，但是尊重，强调会继续落实依法行政原则。记者郭北军、张水台北报道。
过年伫要到啊，真侪庙拢会抽国运签，亲像高雄五界帝君庙已经抽出国运签咯。庙方也要提醒大家，就要特别注意疫情。另外，高雄地区的庙宇伫过年期间会加强防疫，亲像初一的抢头香活动拢取消，凤山天公庙也暂停烧金。高家关帝庙今年国运签要是新明降临，透过必胜写签诗，观音妈开出中平签。签诗讲到年来疫力超苦海，拄好反映即卖疫情。这疫情吼，真严峻、真严格、真大家爱注意。4月份吼，这个物资可能吼会渐渐稳定落来啊。这疫情吼，爱7月份吼。可能来较平稳些化。庙方表示，苏贵签嘛讲到今年春夏秋平平，当季的运势较有利，嘛是因为疫情，高雄真侪庙寺过年活动取消。当年初9天公生拢热力滚滚的凤山天公庙，今年过年庙门甲金炉拢关起来。6组人啊吼，伫咧4周有咧管制。啊，阮今年哦，阮还阁无爱关，无爱开庙门，啊，无爱卖金纸，迄个人员的管制，爱量体温啦吼。主要你有迄个心来家崇拜，安尼就好啊。两手包括烧香，我感觉嘛慢慢改善，不用了。另外，亲像五家龙兴宫取消初2等后头的办桌，基山天后宫初1抢头香嘛取消。高雄市民政局要求庙寺过年期间邮寄出巡、抢头香等等的活动拢停办。庙寺干那一个出入口管制，互民众过年参拜嘛做好防疫。记者邓阿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新竹县卫生局有接到通知，讲有确诊者要去过内湾老街，环保局是赶紧派人去到迄个所在消毒，当地商圈也赶紧加强防疫措施，希望疫情唔通影响到过年的生意。对，单子就。商圈人员一间发单啊，提醒店头家注意防疫。新竹县内湾老街传出确诊者，20长工来遮佚佗，虽然讲敢若停留1点钟。而且专程拢有挂喙烟，不过商家也是烦恼，加减会影响生意。影响很大呢。从上礼拜开始说桃园那边啊，一说有几个确诊之后，我们那2个礼拜假日真的完全人就疏少了。可能口罩戴好，然后随身会带一个酒精之类，就是买东西完就会消毒的，也不太可能会边走边吃。卫生局收到通报，透早赶紧派人来现场消毒，相关也加强防疫措施，除了要求商家做好实名制，过年各爱在主要的出入口设防疫工作站。今天早上已经有做过老街的全面的消毒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有就是跟着卫生人员，然后我们商圈的伙伴，然后跟每一个店家做宣导，还有就是请他们戴口罩，然后做好防疫任何的措施。在2月4号前这段时间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就是要打电话到医院，然后去预约筛检。过几天特别过年啊，面对疫情，大家拢唔敢靠势，赶紧做好消毒，也呼吁民众出门一定得爱挂喙烟，做好防疫措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家己的故宫南院，按算伫过年期间推出3大展览，包含人人爱看的翠玉白菜，被展览到正月初6，也佫有发花景的美术特展，而且会当互民众查资料的亚洲艺术资料中心，即卖已经改装完成，新正年间就会重新开放啊！伫新王港的空间发表过年的特展，若有人气国宝，佫有礼画甲宗教艺术的主题。家己馆故宫南院过年除了有活动，嘛甲进前亚洲艺术资料中心重新装潢，正做更较好的活动空间。就是还有风景可以看啊，就是如果想要就是读累了，还可以起来走走之类的。然后像这边有插座，如果要带电脑来做报告之类也很方便。不过这次的改装可以满足我们未来10万册的藏书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书柜移走之后，那希望打造一个非常有大家喜欢的一个阅读空间。除了展览，故宫南院内底的餐厅为了配合防疫甲服务人客，嘛推出机器人的带位甲送餐服务，佮配合故宫的气氛灯塔，希望会当创造话题。在疫情期间呢，希望说可以借由 AI 的机器人的送餐，可以减少跟顾客的这个接触，这样是很 OK 的，尽量减少接触啊，就疫情也可以控管住。故宫南院表示，
去年受疫情影响，来故宫南面的游客减去3成。目前疫情的状况也是袂当放轻松，所以相关的防疫规定无奈继续进行，未来嘛配合中央的政策随时调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上台电机系曾志清教授的团队开发出立核卫星，台湾时间伫这个月13暗时，伫咧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顺利发射到外太空去啊！团队顺利伫地面站甲卫星接到信号，目前状况是真好，未来也会伫太空中展示不联网通信技术和操作一个实验。SpaceX Falcon 9拉鹰9号运载火箭，台湾时间1月13暗时成功将105粒卫星送上轨道，其中一粒是成功大厦电机学系曾志清团队所开发的 Iris-A 立方卫星，各工团队都伫地面站完成通联。当天晚上它有比较高的仰角，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所谓的完整的通联。那这个完整的通联就是有收跟有发，应该说1天的时间，我们就确认卫星的健康状态是符合预期的。曾教授讲 ，Iris-A 放伫500多公里高度的轨道，目前电压、电量这类系统检测拢真好。这粒2公斤级的卫星，兼有智能遥测加物联网功能，目标是伫太空中展示物联网通信技术，譬如讲结合人工智慧影像辨识，真紧会当过滤，也是锁定有兴趣的所在取上来做通信卫星，会当应用伫无网络的所在救援也是服务。山区的救难、海面的救难，或者做一些生态的调查，比如说你关心事实上是可能某个海龟，它事实上是怎么的移动，或者说某些，所以这些生态调查事实上也都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实现，因为它本质上来讲资料量不是太高。第一阶段的发射甲早期轨道阶段顺利成功，团队指出是将一粒防空立方卫星所建立好的航太科技基础，除了操作 Iris-A 持续执行 Iris-B 甲 Iris-C 计划，预定2023年发射成功，希望这3粒立方卫星顺利执行，对台湾太空产业的发展甲人才培育拢有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少物件的共享服务，伫全世界的都市当中，会当讲是真流行。即卖有一间公司是来自巴西的圣保罗，因是一间创新企业，因甲这个脑筋放伫照护线顶头。除了伫圣保罗有上千个自动化照护线据点，而且会当照护线有4万多支。过去几个月来，也开始伫美国纽约设点咯。未来2年内，伊希望甲这业务扩展到10个国家以上。用手机扫描 QR code 掠应用程式，伫行动上网的时代已经是真平常。进入操作界面了后，经过会员身份认证，就用伫做护线的据点照一支护线。对常常咧使用 U-Bike 的台湾人来讲，这是真熟悉的标准动作。巴西大城圣保罗以西北河出名，到这间护线出租公司创业。即卖当地已经4万支伫公司下骹透过安尼出租方式。第一个海外据点因选择美国东岸纽约，地点是曼哈顿甲布鲁克林，总共35个出租据点，每一个据点准备100支这种护线。The first city that we're basically coming is New York because it's a city with a lot of rain, with a lot of pedestrians, and of course something that we do is we have like it's an advertising market that is very strong. 基本上，照护线人若伫24点钟内地行，就免付任何的费用。过期到第4天才会加收相当新台票56块的租金。若金额累积到新台票445块，护线就免行咯。所以租金收入较低，也无算稳定。业者拍算将护线成做活动的广告看板，靠广告收益来赚钱。业者指出，做护线除了解决路人临时的需求，也推广环保材料用具。Our umbrellas are made out of PET bottles, so basically it's plastic bottles that then become like a little cloth, and that's the cover of our umbrellas. And so at the same time, what we're doing is trying to take plastic bottles out of the ocean and convert them into umbrellas. 虽然前途充满无确定性，业者依然有信心，计划持续是2021年伫全美国各大都会区增加100个以上据点，伫2023年底进行扩展到至少10个欧洲国家。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对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变强，全台沿拢会落雨，南部地区落雨会比较明显。二到开始受到大陆冷气团加水汽影响，各地头转做湿骨冷的天气，这民众就要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基隆到新竹是对17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0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